行政院提出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，那边也家己的版本是拢甲补助台电的部分拆掉。国民党团的草案是3900亿，增加普发现金1万块；那民众党团变1400亿，要普发现金6000块。行政院刘德英代表是分现金不是上好的办法，希望在野党就要斟酌考虑。普发现金，我认为那是一个很简单，但目前来看不是最有效、最好的方法。台湾应对经贸变局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认为发现金不是好做法，因为比起正院编列4100亿，国民党团版本加预算缩减到3900亿，而且其中包含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的2300亿，民众党团版本嘛编列1416亿，用伫普发现金6000块。编列了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万元，作为强化民众消费韧性，也有达成刺激消费、振兴经济的作用。台湾民众党当然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特别条例啊。只想着普发现金讨好选民，可能是国民党现在或是民众党现在仅能够提出的论述。把钱用在对的地方，应该才是好的国家发展方向。对于川普政府上紧测试公布半导体关税细节，杜英台表示，咱方会依照保护半导体产业提出意见书，并指示期待台美的谈判一阶段会当进行有效的磋商。不过，伫这个时阵，经济部长郭志辉阁互人亚康，一直邀请公务对象去找有股份的餐厅用餐，有道理中外的嫌疑。在这个时候，内阁团队大家还是精神团结。那至于郭部长，他已经对外说明了，说明他整个过程跟经费的使用。如果有疑义，我们请郭部长再度的说明。经济部部长发声明讲，餐费拢是由郭部长家己负担的，无用任何公务预算甲资源，相关的费用支出有凭证会当证明。同时，杜英台嘛搁再否认内阁改组的风声，强调行政团队专心应对国际关税贸易政策，会集中所有力量向行政院争取通过特别条例甲预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